主任，我同准份转来过後，吃到當緊張，想要服侍好家幹家娘，又會面對無窮樣嘅環境，接上水唔好，身體也變到當唔好。也聽錯係安尼誒，人講做新娘3年新人客，也隻素菜對人來講還係當上分。爹娘，我要用嚟做較好。我唔想帶本戶客人冇必要嘅壓力。一片下做衛生所有心理甜點諮詢門診，建議做得去請求專業協助。很好啦，我來醫藥門診。去同諮詢師談一下，唔批准份向下轉來，真人當勇敢。主任，按指示，我會加油。